性是安怎？这时阵咱需要第三者去，毋通家己去。然后咱若是这特别是教会的时阵，咱知影咱的会议中间有这情形是教会爱尽力。你再甲教会讲，教会爱去帮助伊，毋是去甲审判，是要帮助伊。有哪样这是一个病态，要安怎互伊会当接受这个辅导，甚至法律的问题嘛解决了以后的时阵，伊才会当有这个平安的。若无伊家己常常这种罪恶感的咧，你来帮助伊，互伊安怎真心来悔改，认罪以后接受着这个辅导等等这，像是教会搁要注意着讲，莫有同款的情形继续伫迄个所在来咧发生。当咱做遮尔侪代志，咱知影真侪代志并毋是讲故意伫迄个所在要产生，颠倒是因为误会伫遐来产生的。这个误会安怎来产生？因为常常咱就诚做其中的帮凶啦。咱对代志无讲真清楚，咱就去传，就去讲。所以遮甲咱讲啦，除非你知影是第一手的这个消息，啥物叫做第一手？当面甲你讲，你当面看去，安尼叫做第一手。你若听到别人讲，我昨听伊讲安怎安怎，迄拢是第二手啊。你着爱安怎？爱存疑，爱怀疑这中间毋知有完全100%真的啊无？现在有啥物人加啥物话无？还是减讲一句话无？咱看伊电视中间常常啊，来遐去用指责人拢讲，恁拢甲我断章取义，讲部分啊，真正我重点是遮，恁拢袂讲，咱嘛真惊会当安尼。咱要做和平使者的时阵。咱以后要去帮助别人的时，咱要注意着，这误会产生，你我大家拢有这个责任的，因为咱毋是第一手的主要，咱竟然去退团，咱法务的情理官呐，谣言、质疑、指责，你是毋是有智慧的人？你若毋是无智慧的人，安尼就去团吧。你若是智慧的人，你就要停起来，因为你毋是第一手嘛，人甲你讲的绝对毋是第一手的，所以你毋通继续去团。无智慧要安怎？求上帝帮助你啊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！到伫上帝面前，你就自然袂将这听到的话，伫迄个所在到处，伫迄个所在传。咱但咱用真谨慎公平的态度去做事，才有可能带来一个真好的这种解决的。但是咱嘛要注意，咱来做真的这代志，因有可能要经过足侪遍的这种努力，但是到最后无结果，嘛是有可能的。但是你若已经尽力的本分的时阵，你会当最后来放弃，还是需要别人来帮助你。咱结论来看，虽然咱处理这个冲突上较好的是这个算啦，卖啊，宽容原谅，莫去计较就好啊。但是若是安尼做时，只有增加彼此的这种疏远，甲鼓励对方继续做出伤害人的这种行为的，你爱去面对这代志去解决。咱若看见人若做毋对，你若无人甲讲的时阵，伊就安怎？伊就感觉伊是对，所以一直做一直做。甚至你去甲讲的时，伊嘛感觉讲我做是对，所以我为着要证明我是对，我继续去做。这拢是真无好。你若去参与，你来参与到点，会当彻底伫遐来解决。啊嘛爱去讲，若无讲嘛袂使。但是咱若知影对方的代志是有对咱家己有这种解药的时，咱来紧去讲，免伫这代志伫遐愈来愈大去。咱若看见有人无用跟上帝时，这做个破坏着这其他人，咱只需要去帮助伊来改变。注意，这个嘛是安那出于疼心，出于为着伊好，出于要互用跟上帝，要容神益人，所以咱来去做这样代志的。借着上帝恩典以及正确这维护，包括咱家己承认咱的毋对时，常常会带来这种和谐甲坚固这种关系的。咱会记一项就是啥？你真建设性伫遐来讲伊的毋对的所在时，其实是安那是真实听的表现。你若听对方，你就安尼，你就用真建设性的这种来甲伊讲伊对毋对，毋是咧指责伊的咧。课本193页到194页有一寡问题甲思考的这种流程，会当帮助咱做伙即今仔所讲这个，毋茫咱就去会当家己来看。讲道中间主要是讲这个大纲，互咱知影讲咱重点应该是伫倒位，然后主要还是家己爱去看，然后家己伫小组中间讨论就要诚做你的帮助。问题思考讲，你啥物知影有啥物人对你有解药的咧？知影原因无？你计划要安怎去面对无？
你知影你人捌的中间有人的罪已经严重到袂当甲忽视袂？啊，那安尼有可能造成什么伤害？你要安怎去帮助伊？你甲别人冲突中间有需要第三者来帮助无？然后需要时，请你甲教会讲，教会真愿意来帮助你。愿上帝祝福咱伫和平使者中间的努力，会当真正得到主的欢喜，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和平使者中间，阮已经经过因跟上帝拄起阮家己目睭来影查，当阮进入到要安怎温柔来挽回对方的时阵，阮要安怎透过真有智慧，上帝帮助，伫迄个所在将这个冲突中间，对方伊应该负的责任，然后讲好清楚，是出于疼心。求主你帮助，互阮伫这和平使者中间操练，会当做了。得到主你的欢喜，会当荣光伫主你的名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阮要重新搁一摆来学习着主，甲阮讲新的诫命，安尼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你着听厝比亲像家己，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。